洗手勤切，向前跟，向前跟。得18，春運季到啦，大家一定搞好啲服務。我哋應該點做？每日通知司機保持車離乾淨，準時整點，到達站點之後。係冇錯，阿傑。每次發班前提前核對客人號碼，如果冇來咗及時聯繫。如果遲到嘅話，叫佢揾客服改成下一班。冇錯，仲有咧，幫客人放好行李，上車時提醒客人系好安全帶，落車時提醒客人帶好隨身物品。係冇錯，仲有一點咧就係老人家唔識訂票嘅情況之下咧，就叫佢到粵餐服務接待處嗰度細心教導。收到未？收到。大聲少少。收到。好，春運過後咧，公司包埋海泉灣俾大家玩足3天3夜啊！優秀員工嘅話咧，仲幫你娶埋老婆，俾埋女金，我仲可以幫你生埋仔，係咁啦，散會。係咪好開心咧？邊度有嗰啲服務咧？只有粵餐先有嗰啲服務，你哋真係嘅，開心少少，嗌聲。